今天的单词是真係，它3个用法都是用作副词。第一个用来强调某个事情是事實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真係有6000蚊，好，我蝕底啲散你。啊，真係唔係你？唔係，真係唔係你做㗎？唔係啦，真唔係你，係咪你先？第二个用法呢是用来强调后面的形容词或者评价，加强强度。聽觀音大士講嘢，真係聽出耳油，舒服。大士上個禮拜五真係恐怖嚇！咪一講啦，佢條友真係好仆街㗎。你又知我講咩啊？第3个用法呢，就是表示說話人的感慨、不滿或者無奈。啲小意思啫，再入啲我都試過。哇！我真係再嗌你聲大佬啊！不敢當，不敢當。等你班友鬼殺咁嘈，喊驚咁，撲你個街啊！真係。管